Hello，各位大家好啊！今日呢條片咧就想同大家講三樣嘢嘅，主要第一就係美國啱啱呢個禮拜其實明明就係大家都驚緊個市會跌啦嚇，半導體嗰啲股票 AI 股票升到好高啦，然後但係就講緊通脹嘅擔憂啦，跟住債息係咁升啦，令到個股市受壓啦。咁但係去到啱啱呢個禮拜中段咧，個市又轉翻上去喎，去到即係成個禮拜收盤嘅時候，見到個市好牛添喎，咁係中間點樣捉到呢啲轉勢嘅跡象咧？點樣去可以把握時機買翻貨咧？咁第一個部分會講呢度啦，第二個部分就係、好啦，咁跟住落嚟美股後市係點咧？我哋呢個位應該進取定係保守咧？第三個就係、OK，下一個熱炒主題，我留意緊啲乜嘢咧？咁就係除咗啱啱呢個禮拜嘅主角可能係CPU 嗰啲股票之外，OK，今條片就講呢三樣嘢。好，首先第一個部分啦，咁啱啱呢個禮拜咧，其實你會見到圖表啦嚇，或者我哋睇半導體板塊嘅圖表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喺個高位度咧，都一度係回調咗10%，但係咧就抽翻上嚟，禮拜五係破埋頂嘅。咁我哋喺 AII 呢一個嘅投資者嗰個嘅情緒調查咧，呢個截至到5月20號啦嚇，至到5月20號嘅調查，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咧，悲觀係多過睇牛嘅嚇，即係呢個反映咗個市場情緒，但係正正咧其實都係一個成日情緒指標就係一個反向指標，OK，咁實際上咧其實我都係喺呢啲位嘅時候，我都係睇半導體會回調噶啦，因為升得太誇張啦，啲 AI 股會回調。咁我一路等佢回調啦，但係去到禮拜二嘅時候咧，就係、一個明顯嘅信號出現咗呢一個嘅我會睇係一個轉勢嘅日啦嚇，5月19呢一日就係一個轉勢嘅日。咁我當時察覺到啲咩咧嚇？以免係馬後炮啦，你覺得我 call 翻當時我喺我嘅學員嘅頻道嘅分享啦嚇，咁你會見到當時呢個就係19號收盤之後啦，咁我同會員 update 啫嚇，我提到大盤指數嘅表現明顯強勢嘅，即使係跌啦，但係咧見到盤漲有承接嘅，咁小時圖咧會見到納指其實回調到咧一啲多重支持嘅位置，趨勢線啦、黃金比率啊，跟住有 undercurrent rally 嘅動作啊，咁一路 update 落去咧就會分享到咧就係半導體 ETF 咧都係翻到去一個 long edge 即係多頭有利嘅位置，咁當時係見到佢翻到去20天線啦，裂口係一個支持啦，通常喺上升裂口佢 retest 嘅時候係一個支持嚟嘅。咁黃金比率嘅0.5啦，咁再加埋咧呢度我驚大家睇得唔清楚，所以我放喺圖表度。再加埋呢一日咧係一個20天線，你見到掂一掂之後即刻 reverse 翻上嚟，同埋成交量係放大翻，高過前面陰燭嘅。咁呢個係都幾明顯嘅一個 accumulation 嘅信號嚟嘅。係啦，咁所以當時就咁樣分享到啦。跟住提到債息本身係股市回調嘅主因嚟噶嘛，咁但係當時睇債息嘅圖表咧，其實見到短線已經係好 extended、好延伸、overbought，有機會係拉回。咁債息拉回即係個市有得反彈啦。咁亦都提到咧就係、我留意到好多 AI 嘅股票咧10幾隻以上啊，其實出現咗咧符合 pullback buy 條件嘅特質啊。咁呢一度睇得清楚啲啦。咁以下就 call 咗喺我嘅學員頻道嗰度 call 啲例子啦。ASTI 翻到嚟均線趨勢線啊，TSEM MRVL 即係都係呢啲領導股啦，AI 領導股啦，好多都係翻去咧移動平均線，翻去趨勢線等等嘅支持位。咁呢啲咧都係符合 pullback buy 買點嘅 set up 嚟嘅。所以喺禮拜二呢一日咧，所以喺禮拜二嘅呢一日咧，咁我就轉翻睇牛噶啦，我就喺5月19號美股收盤之後咧，同我嘅學員喺我嘅 channel 度 update 就係我轉翻睇牛啦，見到有好多 pullback buy 買入嘅 set up 啦。咁當時我做嘅操作就啱啱呢個禮拜 ARM 係其中一隻最矚目嘅股票啦。咁因為佢一個禮拜之內嚴格嚟講係3個交易日咧係升咗36%。咁所以咧當時我轉睇牛之後咧，我嘅選股嘅操作咧就係、第一個 target 我就揀咗 ARM 因為佢符合我選股嘅一啲特質咁如果你知道動能投資法或者你睇過我本書，你知道其中我嘅選股法 DRIVE 係佢符合晒呢啲嘅特質嘅，咁所以我揀咗呢隻股票。
咁仲有其他 NBIS 啊、BE 等等，咁呢啲都係 pullback buy 嘅買入位置啦。咁 so far 都賺緊錢有利潤嘅，係啦。咁所以我就 update 啦，我自己都係喺呢度其實我再早啲4月嘅時候已經買咗㗎啦。咁我啱啱呢個禮拜我就係做咗一個加注嘅動作。咁啊，再捕捉埋呢個升幅，咁所以我嘅利潤就60%啦。其實實際咧喺我買入價計咧升咗86%啦。咁因為我加注咗之後咧，拉高咗個平均成本，咁所以佢呢度 show 咧就係我賺緊60%喺呢隻股票，係啦。咁所以呢啲係我嘅部署啦，亦都除咗啱呢個禮拜 ARM 之後，其實個市咧由半導體板塊真係由4月初開始突破開始爆發之後咧，好多嘅機會出現咗，包括就係捕捉到一啲 Intel 啊、ASX 啊、Dell 啊等等啦，咁呢啲我哋都有捕捉到嘅機會嚟嘅。咁其實好核心嘅主題都係同 CPU 有關，係一個新嘅爆發點。咁再早啲 SNDK 記憶體股票，咁我都捕捉到個大升浪啦。咁我其實早喺4月1號咧，即係個升浪啱啱開始嘅時候咧，4月1號都未突破添。我已經喺都有喺學員頻道分享就係，我睇 CPU 咧係 AI 下一個重要嘅風口，即係之前一路炒記憶體、炒光通訊，咁但係 CPU 咧就係我當時已經睇到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風口位。咁結果咧去到而家過咗個幾兩個，未到2個月啦，個半月度啦，咁已經係即係有好多嘅機會出現咗。咁學員都賺到錢啦，喺 Intel 啊、ARM 呢啲股票都賺到好唔錯嘅利潤，Dell 啊等等等等啦。OK，咁呢個係我position trade 嘅倉位啦。咁呢個我每個禮拜都係喺學員頻道透明咁樣 update，即係我自己個持倉嘅狀況、持倉嘅比例等等嘅一啲即係好基礎嘅資訊啦，即係一個真倉嘅一個分享啦，真實嘅倉位嘅配置啦咁樣，咁都賺緊好唔錯嘅利潤。咁我 so far position trade 就係揸緊呢7隻股票咯。咁因為我個操作就係 let profit run 讓贏家讓利潤奔跑，然後 cut losses quick。即係如果我當然唔會單單贏啦，止蝕嘅可能我有啲跌買入之後5%、7%我止蝕咗，咁所以咧嗰啲止蝕咗嘅咧就已經走咗啦。咁但係咧留得低啲強勢股咧，我就 let profits run 咧，即係譬如康寧由上年11月一路坐等等等等。咁 SNDK 呢度咧係我因為我喺1400幾蚊走過。啱啱上個禮拜走咗，因為佢由我買入計咧，其實升咗差唔多7倍啊，200鬆買入，我係1400幾走，我升咗差唔多7倍。咁我當時睇會唔會係一個好大嘅回調，但係咁 turns out 我都修正我諗法，我認為佢仲有上升空間嘅。咁所以咧，我就喺啱啱禮拜四呢一日咧，就1400幾蚊咧，我就買翻 SNDK。OK。係啦，咁 so far 今年即係未到一半啦，咁 so far 個成績都唔錯，都有60%嘅回報。咁呢個回報係講緊我其實好被動嘅呢個倉位，我基本上冇乜需要睇市齋選股強勢股買入，然後坐穩嘅情況下咧，做到一個幾唔錯嘅回報。咁即係今年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行情嚟嘅，即係但係要捕捉到啲啱嘅時機咯。咁其實係一個好多嘅機會，好多嘅行情。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去學習呢套方法，你都想知道點樣去做咧，咁歡迎可以報名我嚟緊2小時嘅線上分享會啦。咁我會詳細去剖析呢個方法背後邏輯點樣做到。咁都係啦，呢條片可以like、share、comment 啦，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同埋記得我跟住落嚟所分享嘅內容，咁係並不是投資建議，而係我個人嘅自己嘅睇法啦或者係作教學嘅用途啦，純粹 OK。好，咁翻到呢條片嘅頭先分享到我點樣去捕捉個跌轉升嘅跡象啦。好啦，咁美股跟住落嚟個後市點樣咧？應該係進取定係保守咧？咁就呢度分享下我嘅睇法啦。咁首先睇一啲簡單嘅市場指標、市場環境先啦。其實咧，我哋會見到呢個回調之後彈翻上嚟咧，而家標普彈翻去前頂附近啦，納指都係啦，納指就大概都係前頂附近。咁其實更加重要啦，你會睇埋羅素2000指數。咁如果我哋睇羅素2000指數咧，佢其實
最近啱啱禮拜四、禮拜五咧嘅升幅咧都係跑贏咗三大指數。譬如你見到禮拜五收盤啦三大指數都係升 around 0.3啊、0.4% 呢啲。咁羅素2000 IWM 咧佢升0.9，即係呢個係反映中小型股嘅表現咧，而家係跑贏緊大盤股。呢個咧其實係一個風險胃納提升嘅跡象嚟嘅，即係啲風險願意追多啲中小型嘅股票。咁呢個係好事嚟㗎，係資金進取咗啊！見到。另外我哋可以睇埋平均權重，即係譬如 S&P 其實佢係權重影響啦，納指100權重影響啦，即係啲 Apple、Amazon、Google 嗰啲係佔比多啲噶嘛，佢哋喐嘅時候會影響個大盤多啲啊嘛，或者佢哋唔喐，佢哋表現唔好嘅時候又會拖低個大盤咯。咁如果我哋睇平均權重，即係 QQQE 呢個你見到啦，Nasdaq 嘅100嘅 Equal Weighted 嘅 Index，你見到明顯跑贏 QQQ 啊，QQ 都未破頂，QQE 咧。破頂，明顯破頂，咁呢個咧係好嘅正面跡象嚟嘅，即係其實而家係啲 mega cap 唔係太喐，即係我哋睇翻嚇啲 mega cap，啲 Google 啊、Amazon 嗰啲 Apple 呢啲唔知Apple OK，但係Microsoft、Meta 呢啲唔係太喐，咁所以 QQQ 都唔係太喐，但係如果睇 QQQ 即係拉勻翻個平均權重咧，即係如果考慮到其他100隻即係打勻嘅話咧，哇！個表現非常好嚇，風險胃納嘅正面嘅跡象 ，RSP 標普平均權重都係破頂，咁呢個好事嚟嘅，即係啱啱講到，咁所以嚟緊其實我自己嘅取態都會係向進取嗰邊去諗，因為見到個資金嘅風險胃納係變緊進取緊嚇，VIX 恐慌指數或者波幅指數啦，你見到今個禮拜咧其實都由開局嘅19高位啦，回到嚟16點幾嘅位置，咁所以其實 smart money 我哋叫聰明資金，好多時佢都係啱嘅機會比較多，即係啲資金聰明資金比較或者市場啱嘅機會比較多。即係其實如果你睇新聞，你可能會好多唔少人仲驚緊，喂喺中東嗰邊點樣啊？會唔會有點樣再打啊？咁但係其實咧，聰明資金就已經唔係停留喺呢一個 phase，可能佢已經係預期緊之後會係向好嘅方面發展咧。咁資金而家已經係 risk on 咯，可以話係嚇，可以話係 risk on。OK，而家見到啲中小型股跑贏嚇，見到啲平均權重跑贏，就係一個 risk on 嘅跡象。咁而短線睇翻好短線啊，即係我意思 risk on 唔代表話個大盤就一路衝直線上升，所以而家就買到爆晒倉，唔係咁嘅意思。我哋都要睇翻咧短線嘅技術走勢嘅，始終 S&P 佢都係一個要參考啦。短線技術走勢就係佢好啦，彈到上嚟裂口嘅佢回補啦，但係回補其實有個阻力 rejection 嘅。你見到禮拜五呢度對翻落去，即係咧技術分析嚟睇咧，上到嚟咧呢度係一個短線嘅 short edge，係一個空頭有利嘅位置嚇。咁短線有個回調壓力，咁所以咧。前頂啦、裂口啦係一個阻力啦。其實佢短線有機會再有啲回調嘅時候咧，其實佢就造就咗咧一啲股票都有機會有 pullback 有拉回嘅機會嚇。咁呢個我哋就要睇啦。咁如果係啲股票，譬如而家跑緊上去，呢啲嘅股票可能短線有啲拉回震盪啊嘅機會嘅時候啊。咁我哋有啲咩可以把握咧？咁我呢條片就分享一部分啦。我始終我所有全套諗法我就擺咗喺我嘅會員頻道啦，會員先至睇到我全套嘅諗法。咁但係我喺呢個免費嘅 channel 免費嘅影片，咁我分享部分一啲我嘅重點留意緊嘅嘢啦，我就唔能夠分享晒我全部嘅諗法啦嚇。好，第一個會同大家可以分享嘅就係太空嘅板塊啦。太空板塊入邊咧。咁我哋見到成個板塊都呢個 group 呢個禮拜都做得唔錯㗎啦。DSYZ 你見到衝翻嚟高位，咁ASTS 彈翻上嚟，或者 Rocket Lab 等等暫時喺高位啦。咁仲有啲咩機會咧？好明顯太空板塊就係 SpaceX 個催化劑啦。咁應該原本要有6月12號上市 IPO 啦 ，SpaceX 1.75萬億美金嘅估值，非常之誇張。咁其實帶動到成個太空板塊都有機會係資金係流入啦，估值重新去被提升啦。其中一隻我留意緊嘅股票 ASTS 呢一隻係一隻衛星股嚟㗎。咁佢咧其實就對標 SpaceX
入邊嘅 Starlink 即係 SpaceX 其實有三大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火箭嘅部分啦，火箭升空嘅部分。第二個部分就係 Starlink 專做通訊衛星嘅。第三個部分就係佢合併咗 XAI 啊嘛。XAI 其實就係指向就係數據中心運算嗰個部分啦。咁同時亦都要燒好多錢去起數據中心提供算力啦。主要呢三個部分。咁 ASTS 呢隻佢本身都係做衛星，衛星直接就係對標 SpaceX 嗰個 Starlink 嗰個嘅部分。咁佢咧其實而家只係講緊41B 即係400億美金嘅市值啦咁其實亦都係因為 SpaceX 有一個價值重估嘅空間亦都被 SpaceX 點名咧，即係 ASTS 就係Starlink 其中一個主要競爭者，咁即係代表咧，其實佢都喺個市場一個龐大市場入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咁所以咧資金都會留意埋佢。咁我哋見到咧喺呢個太空概念股催化劑底下啦，ASTS 啱啱呢個星期咧，其實表現出眾嘅，即係呢個 week 咧，其實升咗26%，由呢個 week 嘅最低位拉上嚟升咗35%，咁我表現一啲都唔嘢少。OK，咁我自己留意緊咧就係好啦，咁講翻啲技術分析嘅嘢，圖表我點睇咧？我都 mark 咗一啲嘢。咁其實佢短線一路衝到上嚟咧，暫時去到一個阻力位嘅。咁呢個我 mark 咗一個頸線嘅阻力位。咁都明顯你見到一次跌翻落去，兩次跌翻落去，三次跌翻落去，第四次衝上嚟，其實都有機會 pull back。尤其如果我哋啱啱睇到 S&P，可能都短線有啲拉回整理機會嘅話咧，佢有機會 pull back 㗎。咁如果 pull back 嘅時候，我哋睇咩位置係一個我會認為係好嘅位置咧？咁我哋參考小時圖啦。咁其實小時圖咧，你見到我呢度拉咗一啲嘅趨勢線阻力啦，本身係阻力啦一次、兩次、三次，跟住突破咗阻力 retest 彈上嚟。咁呢一個咧就有機會係阻力變支持嘅機會啦。如果佢拉回翻嚟，佢如果係 retest 翻呢一條趨勢線，retest 翻呢一個嘅裂口嘅位置，OK， 拉回翻嚟 retest， 或者係我呢度畫咗一個黃金比率 Fibonacci 嘅位置，咁會係一個多重嘅支持位。如果拉到落嚟 around 就係98蚊呢啲位，有承接的話咧即係一啲低開高走收翻個下影線，有承接的話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 pullback 嘅買入嘅機會咯，可能係唔好意思，我背景有少少嗰啲信息嘅叮聲，你暫時 ignore 佢先，唔好意思啊。咁所以我 ASTS 係我重點留意緊嘅一個 target 另一個我留意緊嘅目標啦即係除咗太空主題之外，我留意緊嘅主題咧，就係電力嘅主題。咁呢隻股票 BE， 咁其實 BE 我入咗，我喺呢度禮拜二彈翻上嚟 pull back buy 嘅時候咧，咁你見到佢回到嚟趨勢線啦，回到20天線即刻收翻上嚟啦，勉強守住個20天線啦，跟住亦都 retest 佢業績之後呢一個嘅 gap 啦retest 落嚟有支持彈翻上嚟，咁亦都係一個黃金比率嘅0.68嚟嘅多重嘅支持。咁反彈嘅時候麻煩，咁我入咗大家住啫。你啱啱見到啦，譬如我 position trade 個比例都係7點幾個 percent，唔係一個好大嘅倉位嚟嘅。咁所以我都等緊加住機會咧，可能加上去10幾%嘅倉位佔比啦咁所以咧，我等緊咧，你見到佢而家咧，其實就係升到上嚟，我呢度畫上嚟嘅呢一個趨勢線啦1點、2點、3點上到嚟咧，佢有個 rejection， 有個沽壓嘅。咁但係咧，其實條趨勢線測試過好幾次之後咧，真係能夠成功突破嘅機會越嚟越高。咁所以咧，我睇緊佢如果個市有個拉回整理嘅空間，佢又係咁樣拉回整理咧翻落嚟有啲好有秩序地拉回，咁最好拉回嘅時候成交量收縮啦咁再突破嘅時候咧，我就會係 hold 一啲嘅加注位咯。咁背景點解睇好 BE 咧？佢其實就係電力嘅主題啦啱啱呢個禮拜個催化劑就係佢同 MPS， 咁呢個好多人都熟悉啦即係 Neo Cloud 新雲嘅巨頭啦 MPS。簽署咗供電協議，因為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就係，不論好多嘅 AI 數據中心或者呢啲新聞，佢好啦，佢有土地，有伺服器呢啲起晒啦，算力芯片 ready 晒啦，但係如果佢冇電力都唔得噶嘛。好啦，個問題就係佢有地有伺服器有算力，佢要駁電力，佢要申請電網咧，傳統嚟講好緩慢。
甚至乎係以年計先至批到電。咁所以咧，而家呢啲 AI 數據中心全部都係揾一啲快速嘅電力方案去俾佢供電先。咁其實咧，燃料電池而家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快速提供電力嘅方案。佢可以快到係3個月，3個月馬上部署到咧佢嘅燃料電池。咁我可以可能好快 Bloom Energy 嚇，俾大家有個概念，其實就係佢係類似可以係啦，即係佢額外嘅一個咁樣嘅電池燃料電池好大座嘅設施擺咗入去數據中心隔離嚟到去提供電力，3個月就部署到。OK，咁而家係一個最搶手嘅一個方案，所以係都會係一個供不應求嘅狀態咯。BE 咁如果我哋睇埋多少少佢基本面嘅嗰個嘅增長嘅資料啦，咁你會見到呢隻股票咧係啊，即係風口嚟嘅，喺正個風口。OK，咁我開翻呢一個嘅，就我睇股票基本或者啲數字啦，用嘅軟件啊嘛，Market Search。你睇翻佢嗰個嘅盈利增長好誇張，即係2024年啱啱轉正嘅盈利0.28 EPS，即係個每月盈利0.76，跟住去到2，去到4，即係每年差唔多係 double 以上咁樣嘅增長，好誇張嗰個盈利增長。OK，sales 嘅增長亦都好靚仔嚇，咁所以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賽道啦，佢處於可以咁講。咁所以that's why 我就開始入咗局，並且等緊一個機會去加注。咁一個非常值得留意嘅咁所以咧講埋啦，喺呢一個賽道當中，咁燃料電池係一個方案啦，另外一個方案就係 GEV 啦。咁 GEV 係做咩咧？GEV 佢就係turbine engine 燃氣渦輪機。咁其實咧一樣嘅概念，都係咧啲數據中心可能等電網批電要等1年以上，或者甚至1-2年嘅時候咧。除咗燃料電池之外，GEV 嘅燃氣渦輪機都係另一種咧，可以快速幾個月擺喺數據中心隔離，用天然氣嚟到抽地下啲天然氣嚟到去經過呢個 turbine engine 嚟到去供電俾數據中心。咁呢隻股票咧，個概念個賽道係咁樣啦。我哋又望下佢個盈利增長 GEV，因為佢業績嗰啲咧一出業績通常都係又係好鬼靚仔，又係話積壓訂單好強，啲單排到2028、2029啦，即係好誇張嗰個嘅需求。咁你見到咧 GEV 呢隻股票嘅 earnings 又係好誇張，咁0.55上到17上到29嚇。咁雖然2027有個單據，咁呢個可能係短線佢產能有機會未跟得上，但係佢同一時間要抌錢落去做資本開支擴產嘅一個短線嘅影響。咁但係呢度 show 唔到後邊2028、2029。咁如果資金認為2028、2029佢擴產完之後咧，可能又有一個幾大嘅 earnings 增幅嘅空間咧，其實佢股價都可以有一個上升空間。咁所以我覺得 GEV 都留意埋，就係因為佢技術面咧，其實佢 pullback 深啲嘅pullback 深啲，佢業績都靚仔，單日衝上10幾%。咁拉回咧，啱啱去到補咗呢個裂口之後咧，就有支持啦，下影線同埋即日轉勢，亦都係啱啱拉回翻呢一條嘅趨勢線嘅支持，轉翻上嚟。咁而家咧，其實周線圖咧，佢做咗好靚仔嘅 set， 就係一個 bull flag 旗形嚇。咁所以咧，其實有機會咧，佢如果行呢啲嘅 pivot 其實佢有機會係轉拉回之後轉翻向上。咁止損咧，即係其實佢呢個可能係一個已經見咗一個低點，即係其實止損擺喺呢啲位置就會係都係一啲 trading plan 咯，可以話係。OK，假如佢哋向上突破的話，咁所以 GEV 係一個我覺得我都喺電力除咗 BE 之外，GEV 都係另一隻幾觸目幾強勢嘅股票咯。係啦，主要分享呢兩個主題，呢3隻股票啦。咁最後我補充少少啦，補充少少就。Google 啦，Google 我自己有貨，咁我都緊咧，佢其實而家拉回緊落嚟 retest 呢條趨勢線，呢條20天線咧有機會，如果有支持，譬如落翻嚟 retest 少少彈翻上嚟，咁我自己咧都會係計劃做一個加注。咁我 Google 呢度係一個機會。咁佢啱啱個 Google 大會其實又 update 咗一堆 AI 嘅功能，一站式嘅 AI 配套俾啲人去，即係可能俾
佢個價好似$100美金100美金一個月解鎖晒佢所有嘅 AI 服務，咁即係嗰啲即係一個生產力提升大躍進嚟㗎。咁佢個收費亦都唔平，但係如果啲人計過條數其實$100美金一個月做到咁多嘢嘅時候，都個創造嘅 value 咁大嘅時候，咁 Google 可以賺到呢個錢即係佢個 Gemini。咁係一個空間。咁短線唔大嘅反應係因為你見到佢前面其實升咗咁多咧，都 price in 咗唔少嘅。咁所以佢要時間消化，反而 focus 翻個技術走勢。好啦，佢拉回翻嚟呢啲支持位消化完，如果有反彈的話咧，咁其實我哋會睇個升勢有機會延續咯。Amazon 就另一隻啦。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本身對呢啲 mega cap 都有多啲嘅認識中意，咁而家我覺得都可以留意 Google Amazon。Amazon 就係一個好大嘅杯柄形態嘅 set up 嚟嘅，吸入 fan 度。OK，咁都幾靚仔，亦都有機會係突破呢個 handle。咁佢嚟緊又係佢本身佢，因為 Google 出咗 TPU 之後，其實對佢個估值提升又好明顯啦。咁 Amazon 緊隨其後，佢嗰個 Trainium 嘅自然嘅 AI 芯片 GPU 咁呢啲都會係市場關注嘅嘢咯。同埋佢 AWS 嗰個嘅雲計算嗰個嘅生意其實越做越好，亦都自從 AI Agent 出咗之後，AWS 嗰個嘅增長咧，亦都預計會增長得好大，潛在嗰個嘅嗰個嘅 market size 亦都係繼續增加緊。咁呢啲都係 Amazon 一啲嘅催化劑咯。係啦，咁呢條片我大致分享就嚟到呢度啦。OK，記得係啦，如果你想即係學多啲底層邏輯啦，唔好淨係聽我或者其他股評人講，而你自己真係有一套分析嘅能力咧，我覺得非常值得參加呢一個嘅分享會啦。咁有興趣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去參加我嘅分享會。好，係咁先，拜拜。